信心、喜乐、甲平安，我咱祈祷拢是奉
靠主耶稣的名求。请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启示录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内府汉语本字194页，国语本字372页。第1节，这个代志了后，我听见伫天里有亲像规大铃人会大声讲：哈利路亚！拯救、荣光、冠冕，拢是咱的上帝的。是伊的审判真实不公义，因为伊捌审判遐个大淫妇，就是伊的淫乱败坏地上的，搁对伊讨留伊的奴仆的鬼的罪来审伊的冤。伊搁再讲：哈利路亚！烧伊的烟庆祝完到大家无尽。第24个长老甲4个外人合路敬拜坐伫座位的上面讲：阿门，哈利路亚！有声对座位出来讲：凡若恁做咱的上帝的奴仆，来敬畏伊的，无论大小，拢着学落伊。我听见有亲像开大铃人的声，亲像济济潮水的声，亲像雷大人的声，讲：哈利路亚！因为主，咱的上帝，咱因的做王啦。咱着欢欢喜喜，将荣光归乎伊，因为荣光归伊的义一定到。伊的新娘已经家己预备好啦，就互伊穿光明身体的化服。以上，我上帝的话，咱的心。是他的时间。
特别今仔日咱就是对祈祷的系列第4讲，最后一讲讲到祈祷。咱有讲到是啥物？金香炉的祈祷，佮进前讲琴的祈祷。所以今仔日要讲的就是有金香炉，佮有琴的祈祷所产生的，亲像一个交响乐。交响乐咱拢捌听过，总是咱的祈祷嘛会当亲像安尼交响乐的祈祷，交响的祈祷。那即款的祈祷亲像啥物款的形象？咱今仔日要对伫启示录的19章约翰所写，老约翰所写一章，互咱小可来想看卖咧，也小可来知影讲将来到伫天顶的时，正天使甲天君以及咱受主拣选的人伫遐，迄款的欢喜，佮迄款的心内底的热切，用现代台语的译本，拄我台语和译本无同，咱这是是印尼拄翻译的吼，较现代的台语，咱过来读一遍来，请。后来我有听见伫天顶，亲像有一大群人大声咧喊：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拯救、荣光、冠冕，都对咱的上帝来。伊的审判真实公义。因为伊有审判迄个用淫行败坏，地上人类的大淫妇，有刑罚以留上帝仆人的血的罪，因的力量法。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城着火烧的烟，圣权永远袂停。迄24个长老甲24个画面拍落去，敬拜坐伫宝座的上帝讲：阿门，哈利路亚！对宝座有声出来讲：所有上帝的仆人，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面前尊贵，拢要称赞咱的上帝。我无听见。大群人的声，亲像真多条河流的声，亲像水大潭的声讲：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因为咱的主全能的上帝最王啦！咱要欢喜快乐，将荣光归乎伊，因为羊羔分裂的日子到啦，伊的新娘已经准备好势啦。上帝已经互新娘穿幼麻布，光亮清白的衫。幼麻布的衫是信徒伊的行为。以上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帮助。其实今仔日，咱看咱对琴甲香炉的侍奉。然后伫遮来是捌讲，祈祷内底有一个琴的祈祷，一个金香炉的祈祷。琴的祈祷就亲像用音乐、用诗歌。金香炉，迄个香炉面顶烧的香，就是咱正信徒所献上的祈祷，有祈求的，有足侪大求的，总是伫这个中间，琴甲金香炉斗做伙，有敬拜而乐的声，佮有大求的声，成做一个交响的祈祷。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所以伫祈祷的部分，咱看这个祈祷来讲，咱正人伫你家己一个伫迄个密室，你家己一个伫密室内底，一个人的祈祷足重要。总是若是会众会当来同心合意的祈祷，真好，会众会当同心合意的祈祷，就亲像一个交响乐团共款，一个交响乐的演奏。交响乐的演奏，迄款我想咱每一个人，无论对电视、也是你捌亲自去到音乐厅，应该拢捌听过交响乐。伫迄个中间，迄款的热情，正人的心共款，然后看讲遐迄个乐团内底无共款的乐器，总是安怎因共款伫一个。迄个调内底，就是无共款的乐器，然后奏一个共款的旋律，伫迄个旋律内底，做伙来展现出来。所以，
而且咱要讲啥物，就是琴甲金香炉的祈祷，就是亲像高阳式的祈祷，就是用诗歌的敬拜，然后用恳切的代求，伫迄个中间，迄是一个天顶甲人间，是天使甲众信徒做伙伫遐交协。咱要听着咱讲，当你咧祈祷的时，天使安怎？伊会帮助你。有即个领受无？阿免对无？当你咧祈祷的时，你的确知影上帝伊会差派天使来到伫遐，咱对倒位知影？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伫遐祈祷到大粒干、细粒干，然后伊流落来汗，足大粒的亲像伊嘛伫遐祈祷到足艰苦的时，天使安怎？加天移开啦。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咧祈祷的时，咱毋通灰心软志，因为上帝的确帮助咱，是迄个时也袂到尔。所以当咱每一摆咧祈祷，当咱每一摆咧学乐，咱就知影讲，天顶地下诚做一个亲像羔羊跳迄款的热烈，即款的景象，咱一定爱知影。兄弟姊妹，咱还活伫这个世间，总是咱爱知影，将来伫天顶就是迄款的闹热，搁再闹热伫这个中间。所以咱伫圣经内底，特别伫启示录，伊咧启示讲当月日到啥物款一遍一遍的中间，咱看到伫这个内面有讲到4个画面甲24个长老，正做一个羊羔的大合唱。伫启示录的第5章遐开始，所以咱伫启示录内底，咱就是一直看到讲伫迄个中间，拢一直有大合唱，有迄伫遐咧唱歌，伫遐咧学乐，所以这就是互咱会当来学习。我毋知最近你有伫电视，也是你捌拄着鸡仔路，因为咱嘛是属伫沿海区，对伫宗教界有一件嘛是足大的代志有无？延续几啊天，到处拢是足侪人的，伊若去到倒位，就足侪人。你知影我咧讲啥物无？粉红超跑对无？你有捌拄着的人举手伫咱今年，足侪人举手好放落。迄天拄有朋友嘛要来，我的大姐讲要来鹿港找我，我想讲伊就哪讲伊到彰化，奇怪咱伫彰化坐车要来甲伊鹿港坐1点钟拢还袂到，伊讲伫彰化市较半点钟总是伊有甲我分享，坐伫车顶伊看见遐侪人伫遐遐尼虔诚，追求因所拜的神，迄个神。了后，我阁有接到，即个影像我已经看过就是最后咱伫电视嘛看过，万人空巷，就是足侪人诶，伫运动转去到北港遐，伫遐安尼三进三退是无？了后要入去到迄个庙内底，规个对空海安尼看，人较侪，有一个女牧师伊就写讲主啊，我看到遮侪人。较虔诚，想要拜一个神，献上因家己，总是求主你，互我会当得到因的灵魂咯。因为因毋捌死，因伫遐想讲会当拜神求平安，伫遐软脚骹，总是主啊，因所拜的，无在了想是因真实的平安。兄弟姊妹，对伫最近即个宗教的即款的现象咱毋通去忽略伊。咱毋通想讲迄落毋是拜上帝迄拢毋对，迄就是拢伫遐咧拜偶像嘛对。第一，咱爱看见遮个人，伊的宗教的一个神，若是安尼，咱拜真神咧，咱有迄款一个神无？咱用即个宗教行为的一个神，比起来，咱是毋是足安定的？咱拢足稳定的总是我要讲，迄款的看到上帝的迄款的欢喜，看到羊羔就是救咱的主耶稣坐伫宝座顶迄款的阳光，咱其实爱表现出来嘛是迄款的热情，敢毋是咧？你看到遐个影车，明星伫迄个讲大巨蛋，也是伫迄个足大的体育场，当因出来的时，哇！欢喜甲伫遐咧，会手，
还是讲迄个球，球星，拍篮球、拍棒球拢共款，出来的时阵，你捌伫遐欢喜甲，哇！伫遐你来加油，伫遐一直会手，你的人生捌有迄款的经历无？若是你无，我望你会当有。然后我望你的第一遍就是献互咱的主，就是讲你知影讲对伫咱的主上帝，你嘛爱有迄款的热心讲，哇！阳光，我阳光归互咱的主，伊是替咱受死的，总是当伊得胜到有剩。所以咱伫启示录内底。这个约翰就是对遮一直要互咱知影讲，其实咱伫地上，咱就知影讲，将来咱伫天顶会当安尼。虽然咱无在了完全了解，总是咱今仔日对伫启示录内底，咱看到一个祈祷，咱伫地上就会当安尼开始来祈祷。伫即个中间会一项一项去祈祷，咱看规个对启示录的上开始，到第2下，伊就讲到讲有千千万万算袂了的天使，甲地上所有的外面，做伙一个大合唱。伫遐嘛是咧学乐啊，伫遐嘛是咧学乐上帝。到最后到第3，伊就讲有足侪穿白衫、掠棕树枝的，就是受基督的吸引的，甲天使。伫遐有2遍的大合唱，记载伫第9章，伫迄个中间，第7章遐，所以伫迄个中间，兄弟姊妹，当咱对启示录安尼看来时，你的心有兴无？你有想讲，你就是伫迄个中间，你是掠棕树枝，伫遐咧下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光归互你，咱的主是堪得阿乐的。咱的主是堪得阿乐的，就伫迄个中间，迄个面会笑容，迄个心会欢喜，因为我也是受主救赎的，我也会当穿白衫，就是圣洁，就是耶稣基督迄个字，成做咱的白衫，到伫迄个中间，所以伫迄个中间，咱会当做伙伫遐来合唱。我想迄个大合唱超越时间甲空间，超越时间甲空间。其实当你即摆伫地上，你伫遐学乐的时，你想天顶会甲你相合学乐吗？会啊，的确会啊。而且伫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啊，其实讲到灵魂到伫一个所在，迄是一个所在，迄毋是你死后要去的所在，迄是另外一个第几度咱人类只到第4度的空间，伊超过维度到第11维度，所以伫迄个维度内底，咱拢无代表人类没有办法，但是神上帝嘛，温顺的话，你会当伫灵魂内底，你会当感受到，你会当感受到，所以咱的亲人离开咱讲哪困去共款，圣经甲咱讲哪困去共款，伊就是搬厝。转去到上帝遐，就是伫无共款的一个所在，所以迄个所在是伫遮，即摆嘛伫即个宇宙内底，是咱袂当，咱即摆还佫毋知影嘛定，所以咱通过即个约翰，互咱知，兄弟姊妹，伫即个地上，当咱伫信仰每一礼拜来礼拜，每一工读圣经的中间，咱咧起做，就是咱对上帝。上帝国的人脉，以及咱将来末世的经历，以及将来到伫天顶的，有一个足简单的故事，讲到有人去到伫城市，看到一群工人一群咧工人伫遐咧起厝，有担砖仔夹的，所以迄个人就问讲：你咧创啥物？伊讲我伫咧担砖仔夹啊，你问到即个问题，哪会遮地嘛？你敢无看见？我就是咧担砖仔夹嘛。结果迄个人，伊佫问第2下，你咧创啥物？伊讲我咧起厝，我咧起一栋大楼。请问即2个人的回答有无共款无？有哦。一个人就是讲，你无看我就是咧艰苦咧担砖仔夹吗？一个人是讲，我担即个砖仔夹要起厝。即个人伊佫问第3下，嘛是共款伫遐咧做工的。伊讲你咧创啥物咧？伊讲我参与着一个城市的建筑，
阮起即间大楼了后吼，即间大楼将来吼有足侪办公室，啊会诚做一个吼诚重要的所在，所以我参与伫即个中间。兄弟姊妹，即个故事你一定捌听过啦。三个人拢总是担庄仔角，但是因的回答有共款无？第一个就是讲，我就是咧担庄仔角尔，我就是一个做工的啊。第二个讲，我担庄仔角是要起一栋大楼。第三个讲，嘛是担庄仔角的，伊讲我也担庄仔角，这个是要起一栋大楼，这栋大楼足重要的哦。伊伫这个城市内底，将来有侪重要的代志要伫遮来决定，会带来城市诚大的无共款。我参与伫这个内底，兄弟姊妹，咱伫咱的信仰内底，咱毋通干那想讲，我着逐工生活，我着是伫遮，我爱有平安。上帝，你保守我，逐工工课拢会当来完成，毋是安尼啦定。上帝使用咱每一个人，有咱每一个人伫这个社会的一个贡献甲分数。过来，上帝使用咱每一个人伫这个世间短短的年日内底，总是同齐要起造一个上帝国。所以兄弟姊妹，咱绝对要来选择迄个第三个答案。啊，若是安尼，这个第三个伊讲我咧担庄仔角，我咧参与一个起造，咱的答案对倒位？就是对圣经内底。对逐礼拜来到教会，而且咱三个同款，因为这个世界拢甲咱引转来到伫第一个答案内底。你就是，你着做这，你着做这啊，你做这就是做这啊。总是咱诚做上帝的囝儿的，咱知影，咱做这项内底有啥物款会大的计划伫这个中间。所以咱继续看启示录内底伫遐大合唱，伫这个俄勒上帝。伊所做的奇妙，又搁到最后，咱看遐得胜的，因手提琴，徛伫迄华语叫做玻璃海吼，即嘛足特别，咱嘛毋捌看过。总是毋通上帝互咱知影，有迄个目睭会当看见讲，啥物叫做玻璃海，遐尼奇妙玻璃掺火安尼款的玻璃海，徛伫迄个面顶，会当唱摩西的歌。羊羔的歌，就是咧学了摩西的歌。上帝透过摩西安怎竞选以色列人，诚侪咱会当来伫遐，会当咱嘛是会当诚侪属灵的以色列人。然后羊羔的歌，就是咱的主为着咱来牺牲，为着咱来牺牲，结果咱伫迄个中间得着救赎了后，佫得着活命。所以兄弟姊妹。最后，咱也伫即个启示录内底看到伫天顶披散，过来有7个印，佫有7个拳头，就是7个喇叭7个号，亲像喇叭安尼来分出来，佫有7个碗内底带来有足侪灾害伫迄个中间，总是最后，咱看到羊羔的婚礼，而且启示录。老约翰甲咱讲，即个羊羔的婚礼到底是安怎，互咱的心会当吸引？羊羔的婚礼会当讲，伊就是用4段的哈利路亚来开始来进行。第一个，咱看到迄个殉道者，殉道者以及遐得胜的，讲哈利路亚，称赞上帝。这段咱做伙来读好无？来，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祈求荣光关联，拢对咱的上帝来，伊的审判真实公义，因为伊有审判迄个用阴行败坏地上人类的大淫妇，有刑罚以老上帝仆人恩惠的罪。哇，第一个就开始讲哈利路亚，讲着拯救荣光关联，拢对上帝来，因为上帝是。真实公义的，然后伫遐伊有审判，而且讲即个大淫妇，就是讲巴比伦大城。伫老约翰迄个时阵讲的迄个巴比伦大城，果然巴比伦已经无搁伫即个世间咯。总是兄弟姊妹，我要甲你讲，巴比伦所影响迄个巴比伦文化，现在还搁伫咱即个世界。迄个巴比伦的文化是啥物？巴比伦文化就是一个崇尚流行、崇尚金钱，就是拜金主义，
然后就是道德的败坏。吼，你看到当迄个巴比伦的文化，还阁伫即个中间，所以上帝到最后，伊永远会败坏遮的，然后互即个中间，互上帝，伊的仆人会做，会当伫遐来得到公义，过来咱看第二个就是会众，当遮了后，会众就搁伫遐回应讲，来，咱做伙来唱来，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城着火烧的因，圣还永远袂停。咱即摆伫遮咧读，就是敢若一唱一和。咱看遐个比赛，遐个得胜者因伫遐讲，哈利路亚，上帝你是阳光拯救，你有真实有公义。你要刑罚，了后才着讲，才着来回应，会众的回应。了后咱搁看有4外面。甲24个长老同齐，伫即个中间有讲阿门，哈利路亚。然后后壁遮个就是宝座顶讲出来声，其实就是耶稣的声。耶稣基督伊讲，所有上帝的仆人，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卑贱尊贵，拢着称赞咱的上帝。所以所有的人，拢做伙来称赞咱的上帝啦。然后就最后来到伫一个终结咯，终结就是最后，最后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即个终结，敢若亲像啥物？亲像迄大水的声，敢若亲像水墙的声，侪水做伙呛落来，亲像大瀑布的声音啦，水墙的声，然后亲像大雷的声，迄是啥物？迄就是伫遐咧伴奏，然后将即个宣告拿出来，边仔有迄种。伴奏，迄种的声哗好，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心内底将一切的阳光归予咱的主。伫即个中间，最后咱做伙来念即个终结，讲哈利路亚，来三甲来，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因为咱的主全能的上帝最王啦，咱着欢喜快乐，将荣耀归予伊。因为阳光分裂的日到啦，伊的新娘已经准备好势啦。也搁有来，上帝已经予新娘穿又满布，光亮圣白的衫，又满布的衫是信徒伊的行为。阿门。这就是这个足大的一个交响曲，哈利路亚用4段，最后咱羊羔的婚礼的进行曲，有即4段。毋茫咱是参与伫即个中间的，咱拄仔看的即个讲，伫遮咱着将阳光归予伊，因为羊羔的婚礼的日到啦，羊羔的宴席的期到啦。兄弟姊妹，啥物叫做羊羔的婚礼？将来到伫天顶有一个羊羔的宴席，上帝邀请所有受伊拣选的，然后持守即个义到最后的。所以伊遮讲，伊的新娘已经准备好势啦。而且即个新娘是指教会，教会准备好势吗？教会有准备好势吗？新娘是穿水水白衫，是圣洁的，准备好势的。过来，伊第2段讲，上帝已经互新娘穿又满布，光亮清白，光光正水白白的衫，嘛是又满布。咱捌穿过迄麻的布啊，其实麻的布足歹整理对无？伊不如平平了后，一时就去互一互去啊。这是即个麻布的特性，所以而且用即个又满布，有一个象征上顶的意思。就是咱对咱的行为爱细致。当你若是穿幼满布的时，你就是穿幼满布的一个行为甲态度。你毋是四界乌白搁去伫遐坐吞来吞去。幼满布一时啊，着安怎摇摇咯。所以伫遮有一个即款的，就是讲，当你已经受选，诚侪上帝的囝儿，你的行为着甲这个世界无共。所以最后就是讲，幼满布的衫是信徒义的行为，加信徒义的行为。咱倚靠上帝诚做义，迄是一个客观的义，
就是讲我靠上帝听做义是通过主耶稣，主耶稣互咱有一个义，所以迄是得救。当你听做基督徒了后，你每一工迄个天国来考照，迄是得胜的过程，得胜的过程。真做胜的过程内底，迄个义就是主观的义哦。安尼啥意思？就是讲你家己嘛爱付出你的代价，你家己嘛爱出力，爱行伫迄个义的中间，迄个行为，毋是干讲我靠上帝，我就得救了，我靠主耶稣会保卫得救，是不？然后我继续伫即个真做胜的路的顶面，我付出。我举我的十字架，为十字架对出来行，所以这就是信徒伊的行为。哈利路亚，感谢主，互咱伫地上就会当来担着讲将来伫天顶即款的大欢喜。所以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咱嘛会当伫遐真欢喜欢伫遐欢大声话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全能的主上帝伊做王啊，阿妹吗？阿妹。全能的上帝有做王无？已经做王了，而且要做王到永远。咱将即段的歌词咱做伙读，来，哈利路亚！因为全能的主上帝做王，哈利路亚！这世界的国要成做我主基督的国，伊要做王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要掌权。伊要永远统治，阿妹吗？阿妹就是咱的心心所在，所以这个阿妹伫咱的心内底，凡若是遮的，就是应当上帝，咱伫咱的心内底阿妹。感谢主，阿罗主，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咱即摆遮差不多互咱读的遮的歌词，就是迄个讲哈利路亚大合唱，是韩德尔，伊的弥赛亚内底。高音曲，内底伊一个大合唱，就是有高音，有，咱请关头前的，我要放即首曲，互咱大家听，3分无到4分，总是伫咱头拄仔已经听知影伊的意思。用咱咧翕相的时，咱的心就是来学了咱的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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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Oh
2000个人唱，总是现场的合唱团了后，咱有看到足侪其他用荧幕出来的，迄就是伊伫厝家己唱了后，伊寄去现场所以经过规个伫迄个中间出来的。所以咱伫迄个内面，我看到足侪人留言，伊讲我敢若对音响搭拍开，我伫迄个中间听，我就流目屎，实在是非常的感动。我盼望咱也有迄个感动伫咱的内面。咱知影即个哈利路亚大合唱，伫古早一个国王听到的是，伊就徛起来听，所以变做一个迄个模式，就是听即首的是其实是爱徛起来听的无要紧，咱就当坐落，因为尾后有一个人就讲，你若徛起来听，你的心内根本就无有迄个哈利路亚迄个主嘛免迄个形式啦总是伫迄个中间，咱就看见讲即个王咱所敬拜即个上帝，然后伫背后所要互咱的一款的荣光。下面我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起来，咱请起立。咱请起来，咱做伙会当出声来宣告讲哈利路亚，拯救、荣光、权能，拢是对咱的上帝来，咱着对咱的心底，咱大声对咱的主来宣告，来讲，这就是我的信仰啦。因为我知影拯救、荣光，拢是你对遐来，对你遐来的权能嘛是，所以咱做伙大声来宣告讲，哈利路亚。拯救、荣光、权能，拢是对咱的上帝来。这边，哈利路亚！拯救、荣光、权能，拢是对咱的上帝来。阿免，这就是咱的心。咱搁这边同心合意要来宣告讲哈利路亚下面遮咱做伙来请哈利路亚，因为咱的主全能的上帝做王啦。咱就欢喜快乐，将荣光归乎伊。咱就欢喜快乐，将荣光归乎伊。咱三甲来祈祷。是主，阮伫你的面前，阮谦卑诚真，阮只不过是卑微的人。虽然现今的世代进步到，连 AI 机器人，伊的智慧拢会当搁创造、搁学习，总是永远欠缺的，就是上帝，你迄口话命会开。人类会当用智慧，搁创造一个搁较有智慧的机器人。总是阮相信，这个世界主你悠远掌管，愿你也掌管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中间，互阮的生命充满的。虽然有艰苦、有坎坷、有挑战，总是阮的心知，阮只不过是上帝你所救赎的囝儿，阮实在是需要你。阮无才调，我靠机器人，阮就伫即个世界较赢一切。主啊，阮无才调，我靠阮的才调，就是即个世界较赢一切。阮也无才调，我靠阮的文字、阮的才能、阮的财富，就伫即个世界来活落去。主，阮需要你，愿你带领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互阮的生活听做亲像一个高险曲同款。虽然是悲壮。但是我们向主你来高歌。这个世界无才调用手将阮的阿妈棍甲阮掠掉咧，互阮无开声来学落你。因为主你是守护阮活命的主，当阮向你出声来求救的时，阮的生命就甲你连做伙。主啊，感谢学落你，训练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属你的囝儿，阮的地上，阮就时常有即款羊羔宴席的准备，互阮会当将来到伫上帝你遐，阮每一个人拢有义的行为，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献上阮的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感谢主，咱今仔日。本来就是要来三甲来修圣餐，来先咱要来献诗215首，耶稣辛苦替咱定死。Yeah.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欢迎凡那伫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即是咱要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分典的话。主耶稣讲：恁记那着我担重担的，着就有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佫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分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永袂喙干，就分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轻迷，伊有摕饼来祝谢，来爬伊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囡仔行安尼，就是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有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囡仔。大概因伊行安尼，就是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纪念我的死，直到我倒来。兄弟姊妹，咱三甲为着咱要领受的圣餐，咱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阮只是照你的命令来设即个恩赦，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做事，阮谦卑恳求你圣神来圣别阮，分别阮做圣，也圣别阮所摆伫你的面前，即个饼甲杯，或者会要诚侪，互阮的信仰会当来得到养持，也互阮的灵命得到成长，更加互阮知通过者，阮甲主你三结合，主阮原本是不配的。总是阮伫你的面前真侪，主你就互阮会当来领受饼甲杯，甲主你三结的，献上阮的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在场所有已经有领洗礼的，无论你是毋是伫即个鹿港教会，拢会当做伙同齐，来领即个饼，咱请长老出来督师。兄弟姊妹，请你摕着这个饼，先摕伫手，献上你的祈祷，让你无私的，请咱做伙来领受。
耶稣讲，咬喙担任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得到饱。主耶稣讲，咬喙担任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得到饱。伊佫讲，我听伫门外拍门，听伫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当咱咧要来领受主的领的时，请你家己献上祈祷，求主怜悯赦免所有得罪伊的，会当分别罪行来领受，免得吃喝自己的罪。还阁有人无摕到的无？还阁有人无摕到的无？有吼，有一个，来咱顶倒来落屎的，好无？然后。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坏的，恁既然安尼行，就是纪念我。今日因为咱三甲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紧若安尼行，就是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当你摕到杯的时，也请你面倒安静，因为即摆还阁是疫情，所以咱用即种环保的杯。这个杯的面顶有一个封口，有一个封口，其实面顶有写纪念主 ，Remember the Lord。啉这个杯纪念主，你嘛祈祷讲主啊，求你纪念我。求主纪念我的软弱，纪念我的硬心，纪念我的老错，纪念我一切所无够命的，总是主，你
虽然捌我是遮尔无够行，软赤的人总是有缘疼惜我，体恤、牵手向前行。所以主，我伫你的面前，我要放乎我家己，顺服伫你，求主你来引带我，引带到港教会，诚侪顺服的教会，顺服伫你的面前，看见主你的眼光伫这个所在。请咱有人仔袂摕到的无？拢有吼。这个杯是新约，伫主的杯所设立的，恁大概啉这个杯，就是安尼行纪念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领受。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关靠伊，也得到一个灵性搁活的生命。咱三甲来感谢，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面。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束缚忠实的圣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愿的主上帝，阮恳求你，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你要接纳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互阮伫你的面前，既然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所献上的祈求，求你来听。阮的心所喊话遐的懊恼，主啊，求你来接纳。阮的心所细声讲出来遐个阮的所面对的问题，阮的软弱，求主你嘛来拯救，来带领。阮伫你的面前，阮倚靠你，相信每一摆阮领受这个圣餐。搁一遍表明，主啊，阮这个人就拍破伫十字架顶，甲主你同死同过活，有一个新的活命要伫阮的内面，互阮重新搁来面对阮的生活，阮的生命无搁共款，因为主你甲阮同在，你伫阮的内面，你赏赐智慧，赏赐快乐。感谢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今仔日的圣餐就到这。里面咱的小会有一个决定吼，咱就是要来接纳咱的黄小桃姊妹吼，老姊妹伊伫咱的教会已经足久的啊吼，足久的啊，但是因为伊的洗礼是伫台北吼，是伫台北的木山一间伊的查某囝的教会吼，所以伊就有甲牧师讲，伊会当来诚做鹿港教会的会员吼，所以咱今仔日就伫遮要来接纳伊。
面对牧师，小堂姐，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好，你用台语答回答就好了。有，吼。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入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好，感谢主。我奉鹿港小会的决定，接纳小桃姐吼，加入伫咱的会员内底吼，好，咱即时转过身来。手吼，咱来拍手，吼，两个姊妹拍手。好，安尼小桃姐，你会当返去吼，你的座位。咱三角倒来用回应诗来应答上帝的话，信诗第134首，杨歌坐伫歌座，请大家起立来应
老师，请这大家平安。平安。你报告大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先来看第2版，咱来读2版是4篇105篇第6节，请。伊若有穿越，拢着阿乐耶和华，你着阿乐耶和华。伊若有穿越，拢着阿乐耶和华，你着阿乐耶和华。我们再用国语来读2次，请。还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李维芬，李元长老是金峰长老，这首是亚历之诗。礼拜的时光，我当请同工来理译。咱来看即天的活动。即礼拜头部分是暂停，因为有列车部分消息的通知。今仔日是原住民事工方面的主日，本会同时也召开2022年定期的会员好会，关注固定的生日点。等下的好会议程，请咱家己来注意。礼拜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加。第2点，下主日2月2日是中中大专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咱来到。第3，主日要举办2度的庆典营，时间伫3月初4到6月24，每礼拜六暗时6点到8点半，活动是1000块。招生的对象伫国小1年到6年，报名会当请找静怡技术还是语言发言领导师。第4，商业广告，圣罗邦教会因为因的教堂漏水严重，需要解决防水修缮的工程，用总爱差不多23万，所以咱本会有发起特别的奉献，对1月到2月底。目前的修缮的工程拢已经完工，3月初就来付工程款，请大家踊跃为着咱姊妹教会的修缮工程来奉献。第5，中中妇女部伫3月初4下晡，就是拜六下晡，1点25要举行世界公乐日的联合礼拜，地点伫学生教会。特别今年是要为着咱台湾来祈祷吼，咱伫国际原定的地位是较弱小吼，所以会当有百万的国家同时为着咱台湾来祈祷，祈祷是一个足水的代志。邀请咱这会当来踊跃来参加即项的公乐会。第6点，中华第2事件第76年的周年联合纪念礼拜，要免费看院线的电影《流麻沟15号》，
啊，互大家搁较明白，礼拜四惊百姓服务，嘛会当对安尼来思考，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甲苦难中安怎活出望爱的坚定的信仰。啊，3月初7、8日下暗7点，伫南台为纪念教会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当到仪表的现场会有导览的解说。第7，中华的城市这段基督会，伫今仔日下晡3点，同款是线上直播方式请踊跃的参加。第8，喜乐市场开始要募集物品欢迎咱乡这人捐出咱厝内底会当用的二手也是全新的物件整理前期看来互总师，要伫倒啊这个时阵来鼓励义卖，所底的经验要讲互你因的记录保留。大岛的时候，请为着龙岗地区的福建甲总行的大岛捐助奖款伫咱龙岗地区，也为着西罗邦教会的愿望甲宣传来大岛奉献。第3，为着新的乡安的乡这来大岛，提供万里节、中环乡、北风节、印度乡、河沟乡、第5节安义乡、平安节、平华节、渔光乡、西边乡。贵人节、茉莉牧师、彩儿节、雪本节、小宝节、不定节、张淑珍、郑丽红会部分咱家己来看，若是有出入按柜台的经验去上。好，咱而且你来欢迎咱的新朋友就是林阳桥姊妹伊的2个囝儿有来到咱的中间林阳晴先生甲林阳胜先生来因为因也咧教会细声昨昏他们伫妈妈伊的妈妈的个别一个顶顶的礼拜，请神观上帝赐互恁也继续引带恁头前的路程。牧师伫遮特别要鼓舞第消息的第6点，第6点就是这个电影流麻沟15号咱嘛拢知影啥物叫做流麻沟15号有的人讲这是16号反正就是无熟悉黑白讲安尼麻流沟，这有一本册伊流麻沟15号，伊是就是绿岛。关的政治关迄个所在，咱拢知影讲去绿岛唱小夜曲，关于迄个领导遐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的主题就是流麻沟15号。这本册才讲我差不多伫旧年有看到一段，其中最后一个迄个讲姊妹，伊拢讲女性就对伫白色恐怖内底安怎？因差不多拢22年厝左右的年纪可能交着朋友有一本册，还是替人交一个批，就盘掠去关。当伊互掠去关了后，对伊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遮个人为个到哪样话呢？总是其中最后一位伫迄个中间，伊是敢若其中迄位就是用受枪杀的尔，其他拢到尾后都有放出来。为个了外面，所以伊有描写讲伊的家庭安怎伫即个中间，面对着所有的人，拢毋敢甲因做伙。所以电影我嘛还未看，我毋知影迄是姚文智做导演姚文智做导演，希望咱会当来看，这是免费的。现场了后请一位读历史研究所毕业的。牧师团队伊也伫遐会小可甲咱解说啦我头拄仔讲受枪杀最后一位，迄个是基督徒，伊读初中的时阵就受关押，尾后10多岁就受枪杀，所以伊有留落伊7、80张的批，伫遐伊讲妈妈，我大概若写批。我就想着咱做伙祈祷，想着上帝的快乐。我想伫迄个内面，咱毋若看到即个白色的恐怖，咱也看到伫迄个信仰内底，
基督徒共款面对着迄款的挑战，安怎伫信仰内底得到帮助吼。阮咱大家做伙去看吼，伫3月初7暗时吼7点，好，安尼下面咱就要来进行信息的5百十首，有时了请牧师来做导。咱对上帝遐领受对今年的所有的意向以及计划，愿主带领咱行头前的路。阿门。阿门。春节平安。平安。哦。